好，翻嚟啦，咁啊繼續同阿 Mark 傾下偈先嚇，再一次多謝你嚇。係你好，真實。咁我知道咧，你就係網上營銷方面嘅專家啦，咁樣嚇。咁而家咧，我諗即係網上營銷已經係一個好流行嘅方法。我覺得好幾必須添啊！係啦，因為依家啲人咧都習慣咗係上網搞掂啲嘢嘅。係。無論你訂機票啊、約食飯啊，或者你買嘢都係網上噶嘛。所以我自己都會喺度諗，自己都開始要搞多啲網上嘅 marketing。而且平好多添。係。係嘛？即係譬如舉個例嚇，而家最流行嘅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嗰啲啊，你賣些少廣告。即係幾廿蚊都得嘅喎，幾廿蚊佢都受嘅喎。咁當然啦，你想越多人接觸，就嗰個價錢就越貴啦。以我所知咧，有冇效都係好緊要。係。因為好多咧出邊係嘛，即係marketing 咧，話自己會幫你做好多收你錢，但係佢實實質質就係服務你。我一個月我幫你做啲乜，幫你做啲乜。係啦。咁原來每個 package 咧係唔同嘅效果㗎，咁所以會白做嘅有陣時。係嘛？咁啊，即係要聽下阿 Mark 嘅分析啦。其實邊種嘅方法？邊種嘅網上營銷喺你嘅經驗當中係比較有效嘅咧？其實睇翻啦，而家香港嘅市場啦，咁同埋外地嘅市場啦，其實都好唔同嘅。咁啊，譬如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可能一般人會比較熟悉嘅就會用 Facebook 啦，係咯 Facebook 啦，啊或者係 YouTube 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流行嘅社交媒體啦。係啦。咁如果係啦，冇錯。咁如果啲中小企，譬如佢係想喺業務上係有一啲突破或者提升嘅，其實喺呢啲媒介嗰度咧落多少少宣傳嘅功夫係，即係唔少得嘅。都啱㗎。係咯，係啦。因為如果你話真正喺一啲所謂嘅傳統嘅媒體 ，TVB 啊，或者甚至 ATV 啊，係啦，啊 Now 啊、Cable 啊。話用嗰 budget 真係自然不同嘅喎，係啊，即係起碼都萬萬聲啦。如果你喺 TVB 就唔使諗添啦，萬萬聲，冇錯，過百萬差唔多，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呢個所謂嘅社交媒體就反而嚟得比較便宜，同埋咧會唔會有時咧仲可以直接即係擊中你嗰個嘅目標客戶咧？都其實會嘅。其實互聯網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同平時嗰啲一般嗰啲廣告有少少分別，譬如電視嗰啲咧，佢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係24小時啦，冇地域嘅限制啦。你任何時間嗰啲人咧，如果可以喺你個網上嗰邊，譬如係 search 一啲 keyword 啦，即係我哋俗稱中文叫關鍵字啦。咁咧就已經顯示咗就可以喺一個 Google 啦或者雅虎嗰啲地方可以揾到你。咁但係呢一方面咧，就係一個即係比較上係一個技術性嘅一樣嘢咯。咁當然坊間有好多工具，咁其實你可以直接同 Google 啊或者雅虎嗰啲去賣廣告啊，而取得呢一個即係排名啦。咁但係其實都有一啲自然排名嘅方法啊。係咪啊？咁我哋甚至講得好聽啲就係連啲筆都可以慳埋。係啦。但係講到自然排名呢一方面咧，咁其實坊間都有啲公司係幫呢啲中小企去做。我聽過咯，即係佢哋會不停咁話咩，將你個網頁咧喺背後打啲曲嘅，跟住咧就打到成版都係唔知咩曲，咁你就會爬咗去頂㗎啦。我有冇講錯？其實應該咁講，應該因為其實一個好嘅網站啊，或者咁講，一個好嘅網站其實需要有啲咩條件咧？咁就第一需要就係起碼你個網站即係第一個人哋入到嚟好吸引人哋先啦，可能係啲 content is the king 啦，係啦，冇錯啊，內容就係王啦，即係內容好緊要啦，咁同埋簡潔啲啦，即係唔好咁睇，不過都睇你做咩行業啦。咁我亦都比較欣賞一啲世界性嘅網站，好似蘋果嗰個網站其實都好簡單，佢都係一個好即係後面個背景係全白色嘅，即係一啲好簡單嘅網頁，但係你睇落去係好舒服嘅。咁呢樣嘢都好緊要。咁同埋就當然你個網站要聯繫住一啲多媒體啦，譬如YouTube 啦、Facebook 啦等等呢啲，其實都好重要。仲有咧就係你個網頁咧裡面咧，如果有埋一啲即係優化嘅。例如你可以寫一啲文章啦，去
去提及你嘅產品啦，咁同埋喺第二啲網站嗰度去留一啲嘅譬如説話啦，去引翻啲人去翻你個網站。即係生活化。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技巧，其實可以令到個網站我諗近呢3幾年更加流行嘅就係寫 Apps 咯。係啦，寫 Apps 係冇錯，係啦。但係咧啲 Apps 咧都有啲困難嘅，有啲位咧就係譬如好似話你個網頁唔知要 set 好多嘢咧，先可以去到你個電話嗰度咧，係啱啱 fit 到個畫面，因為好多時咧未必 fit 到嘅喎。哦，係啊，即係會睇唔晒咁樣。係啦，啱啊，阿衰王講得好啊，就係其實寫 app 咧，坊間都有好多公司做呢啲，咁動不動都要幾萬蚊寫一個手機嘅5、6萬係最平嘅，我聽講係啊，咁其實咧而家或者而家嘅 trend 嚟講嘅趨勢，其實會興一種叫responsive 嘅 design， 中文叫響應式嘅設計。即係點咧？呢一種設計咧，就係無論你係好似一個桌面嘅電腦啦，或者一個手提電話啦，或者一個平板電腦咧，無論佢係任何尺寸咧，只要佢係個網站係用咗呢種技術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喺你個裝置嗰度顯示翻適合嘅尺寸出嚟。咁變咗你對一啲即係公司嚟講啊，佢就唔使哇咁頭痛啦。哇！呢度桌面又要俾一筆錢，跟住第日咧手機又要俾一筆錢，咁將來可能仲唔知更新到咩尺寸咁啊啲裝置，咁啊可能成日要去改呢啲嘢，其實都好嘥資源。咁呢個技術係咪都已經好普及㗎啦？呢個技術其實都有咗一段時間㗎啦，但係就懂得去運用呢啲技術嘅公司嚟講，而家應該就仲未係好多，因為其實未係好普遍。但係如果運用得好嘅話，其實佢仲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呢個響應式嘅設計咧，就係你當要優化你嗰個公司嘅網站咧，你唔需要手機版又做一次。電腦版又做一次，就一次過。即係佢自己有個功能就係自動調節嘅。係啦，冇錯，係自動調節。同埋咧，我知道咧，其實寫一個網站咧，你出去俾人哋 call 價咧，其實都係海鮮價嚟嘅喎。係啊。即係咧，你加一樣嘢就要加錢㗎啦。即係譬如有啲就好中意每個月定期有啲優惠，咪 pop up 去人哋直接喺人哋個 email 嗰度嘅。呢個功能又係要加錢嘅，我知道。跟住咩更新你啲資料又加錢啦，變做 Apps 又加錢啦。如果要加購物籃就仲貴。即係簡單講，就營運呢啲咁樣嘅技術啊，可能即係玩手都幾廿萬㗎喎，係咪咧？一個網站啊，你哦，咁睇你公司嘅規模，有咁嘅機會嘅。咁但係一般如果你譬如中小企又唔需要去到咁大嘅 budget 嘅。咁其實有好多方法係。即係其實我哋最主要就係幫一啲中小企點樣用佢哋最少嘅資源，去到做到一個最大嘅效果。